人類嘅一生大概用咗1/3時間我嚟瞓覺，即係話喺我哋瞓覺嘅時候，完全係冇歡愉、冇娛樂、冇生產能力、冇經濟效益。如果人類可以唔瞓覺，我哋嘅文明大概可以行早1000年。呢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幫得到我嘅人，即係你。其實我一直都研究緊呢個病，特殊性失眠症啊，呢個病嘅遺傳機率係50/50。個病已經帶走咗我阿爺同埋我爸爸。我唔想瞓啊！只要你可以醫好下一個失眠症嘅病人，就等於係幫到我屋企人。家姐，係你老婆。我喺度諗緊有冇方法唔瞓覺都冇問題。今日違反生理時鐘。生理時鐘對人類嚟講，just a process。